桃园机场昨查到一个旅客走私活体动物的案件，现场查到龟、番薯，也有水獭等等。防检署即马是讲，除了龟以外，其他的动物拢会送去鉴定中心，等确认了后才来处理。画面内底有水獭、龟甲番薯。初四暗外籍航空为曼谷飞转来桃园机场的航班，传出有旅客竟然炸几种活体动物。机组人员为着要找拍无去的番薯，甚至影响乘客落飞机的时间。这是小乌龟，它把它缠在丝袜里面。好丝袜。根据了解，这个案件一开始是飞机顶的旅客发现有鸟鼠走来走去，本地就是飞机顶有鸟鼠，不过佫发现有龟的头就是蛇，后来才发现是走私活体动物。由航空公司直接通报航空警察局保安大队，移送防检署桃园分署受理。拢总查扣28只青龟、1只番薯、甲2只水獭，还有2只嘅起目、喙齿真长的动物。新龟不是属于我们的阴湿动物检疫品目，其他的动物都是属于。那我们后续会送到屏科大的野生动物鉴定中心去确认这些是不是列属于 CITES 物种，之后呢再进行必要的检疫的处置措施。根据台北县的统计，2019年是6年来查到上侪件走私活体案件，拢总有10件。因若这件是疫情了后，桃园机场头一届查到旅客走私活体动物的案件。防检署桃园分局表示，针对行为人的调查，目前约谈以坐为附近的乘客，因是拢好人。后续会会同相关单位进行行政调查，收集相关的事证。若确定有违规，会以违反动物团检法防治条例规定，罚5万至100万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